得好憂嘅，可能係因為自細喺單親家庭長大，都係聽住爸爸生活，因為媽咪係pass away咗嘛。到自己長大，所有嘅感情事、結婚，everything 如果遇到唔好嘅，都唔會講咯，即係自己會麻麻地 settle 咗去到離婚，帶住個小朋友出嚟，everything 都唔會去同屋企人提，因為唔想再將個事講完就講，就知道係報喜不報憂啦咁樣。哇！我明啊，200%明白佢嘅心態，真係好明。有時唔係話同自己屋企人親嘅啫。